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係分享《傳道書》第1章第14節，佢咁樣講嘅：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虛空，都是捕風。嗱，我哋之前幾日分享靈修3分鐘，講到《傳道書》第一個好重要嘅主題係講到虛空，第二係講到勞碌，第三係講到勞苦。今日佢提到唔單止虛空，亦都講到咩啊？捕風。原來人冇咗上帝，人唔認識呢位創天造地耶和華上帝，人冇思念日光之上嘅事，你人生就係虛空，人生就係勞碌，人生就係勞苦。而且今日加多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人生就係咩啊？捕風。捕風係指你捉唔實啊，捉唔到啊！你以為你成功嘅嘢，其實唔係真正屬於你。你以為你擁有嘅財寶，原來真正嘅一日都唔係屬於你。你所擁有嘅權力地位都唔係屬於你，因為人生有兩個好大嘅特性，人係冇辦法突破。第一，人生係短暫，好快幾廿年就過去，何況冇一個人能夠知道幾時離開呢一個世界。第二個特性，人生係無常。人生無常嘅意思，即是話我哋人生好多嘢唔係掌握喺我哋手裏邊。當你好成功、好有錢、好有權力、好有地位，但係你記住，有啲嘢、有啲事情，特別係生命嘅事情，你幾有錢都解決唔到，你幾有權力都解決唔到，你幾有地位都解決唔到。所以喺新約裏邊有幾個好重要嘅觀念提醒我哋。佢話我哋要思念上面嘅事，唔好思念地上嘅事。我哋唔好愛世界，因為當你愛世界嘅時候，你愛父嘅心就不在他裏面。保羅亦都提醒我哋，不要顧念所見的，因為所見的係好短暫。我哋要顧念乜嘢？所看不見的，因為所看不見的是永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日光之上係有耶和華上帝，一位創天造地上帝，我哋需要認識佢，而且需要咩啊？敬畏佢。